哋工作人員可以遞呢個咪俾我哋呢個粉絲。氣數。對啦，就係黑色嘅。啱啦，恭喜晒我哋呢位朋友，亦都有請工作人員可以遞翻呢個禮物俾我哋呢位後面嘅朋友。好啦，嚟到我哋呢邊正中間嘅位置嘅朋友咯，留意一下啦，正中間位置嘅朋友。好啦，第3條問題，關曉彤喺屋企入邊着住乜嘢顏色嘅睡衣呢？嚟咯喎，1、2、3，加油！快！中間呢位朋友舉手舉得非常之快。係啦，有請我哋工作人員。可能你要企翻我哋前少少位置啦。白色。白色米黃，白色爭少少。白色都近似㗎啦，但係爭啲啲。粉紅色。粉紅色又爭少少。米黃色唔啱咩？黑同白中間係咩色啊？灰色，啱啊！恭喜晒！好啦，跟住我哋好快去第4條啦，大家聽住，跟住就係嚟到我哋左邊嘅呢位朋友。係啦，咁第4條就片段最後咧，當而家為想靠近關曉彤嘅時候，關曉彤最後用咗邊雙手咧去退開幾交位㗎？邊隻手？有冇留意咧？我哋隻手，雙手。1、2、3。就是前面那個前面間條衫揸住相機呢位頭先舉得非常之快㗎。答案係左。我聽到你嗌左手，又聽到你嗌右手，你嘅意思係咪即係2隻手咧？係啊，恭喜晒！好啦，嚟到我哋最後一條嘅問題，我哋翻返嚟我哋最右手邊嘅朋友啦，係咪啊？最右手邊嘅朋友留意咯喎，呢條問題好簡單，亦都非常之重要。莫非這就是愛情喺 LETV 全港獨家首播嘅日期係？嗱，今次咧我哋特別少少啦。我哋嗌莫非最大聲嘅朋友，你就聽到，我哋聽到你嘅呼喚咧，就俾支咪你答我哋好嘛？嚟啦，1、2、3。你覺得呢？來，你選你，我聽不太清楚。聽不太清楚啊！我們再一次好不好？好，再一次。近些1、2、3。這種感覺壓力是不是很大？對，很大。但是我看到有一個女孩子呢，她很厲害的，蹦出來的感覺。OK，是哪一個？啊，中間黑白間條裙嘅朋友。8月3號，恭喜晒你！對了。俾啲掌聲我哋5位嘅朋友啦，好唔好啊？恭喜晒我哋5位得獎嘅朋友，不如大家俾熱烈掌聲恭喜佢哋好唔好啊？跟住落嚟咧，我邊度知道我哋仲會玩另一個遊戲嘅，不如請你介紹一下好唔好啊？咁我哋另外一